清潭后面的一方路菜，风光秀丽的一幅风景，用慢脚步慢慢品尝，让唔会弄黑也简单的好美食。北回归线以南行过群珠海峡，海天一色，眼前係中國第一大島海南島，又被人按到世界松樹島。海南島超過100歲老人家有1565個，仍然超過聯合國規定嘅松樹指向嘅標準。福爾東海長流水，蘇比南山不老長。這兩句話都同海南島有關係。我哋不是祝福人松樹的一句話係講蘇比南山不老長，這不老長講嘅路係一條樹嘅，聽講已差唔多有6300年嘅歷史，都更加萬鬼強嘅生命力。南山路喺中國海南嘅山崖，一個地方嘅老人家，佢道路是來佢健康有松樹，住嘅屋山風水好，都帶為物嘅生活習慣，做得半日片嘅老人家是來按松樹咯。海南島有高品質嘅空氣同水，綠樹陰涼，水質清澈，歸上天然嘅氧氣澎湃。這片嘅南藥有幾多嘅實驗樹，是抗癌抗老之王，對人嘅健康有幫助。那我睇下片有實驗樹嘅南藥上面，各種準備去由海南島松樹之鄉嘅名山嘅陳麥園，以青春面松樹嘅媲美。王阿伯，明日早晨1點要來到鴉片啊！早晨6點半、7點過來啉水啊！啉水，摘菜，我哪兒買錯麼？摘菜去買啊！7點到7點半，如果送過去市場會去買嘅。去嘅買，也一年食嘅菜如清健康錯麼？如是7家種嘅。一般來講，大部分係能如是7家種嘅菜。唔該食不偏哦，應該個健康。哦，係啲些多太人生路冇乜嘅大問題。哇！做水做烘，生活簡單，心態開朗。海南陳麥園松樹嘅另外一個原因係飲食習慣，一定改少食肉，三餐大部分是青菜水果。除了是自家種嘅菜，王阿伯嘛好食野菜，可能也都係以人人藝術最大嘅秘密。王阿伯一條路做得摘嘅咩？摘得咧。哦。也個7家生出來嘅錯麼？7家生嘅，安尼帶過去路做得煮嘅事咧。也係海口一片特有嘅野菜，人工嘅野菜，路唔係人工種嘅，而係7家生出來嘅。一定講拿來煮湯，淋下去有講血壓嘅效果。一種野菜按到烏肚子，烏肚子係陳麥園特產，有實驗樹嘅野菜，係村民嘅家常菜。糖講是的可以加強免疫力，排毒解毒，還可以降血壓。我哋對亞人過來，都要試看看那海南島最地道嘅養生美食。王阿伯炸嘅貴次嘅野菜，比各兩煮嘅當天一項老菜，菜湯。人講嘅菜湯，如果用水煮青菜，也就係鹽味料理。海南島陳麥園9古以上嘅白色老人家，接上會食一項老菜。也個糖乳搶糖，好食嘛？一路係個清淡嘅菜湯，因為我本來覺得野菜啊，一定會有腐味、肉嘅味，其實冇呢，雖然冇變肉，淋起來還係有肉湯嘅味絲哦。我試看那一個菜，野菜是得啦嗬。試看那先好食嘛？野菜有嫩麼？該嫩啊，是的，嫩嗬。該嫩，該好食。而食起來嘅口感，有時像鹹菜鵪鶉，我哋新加坡旅遊嘅鹹菜。
我感覺將海南人一種飲食方式，比如講用輕簡單的料理方式，做麼調味少，料理方式簡單，安尼做得保留菜底部本身的維他命，還有保留椰氨基酸，故說食得健康，人當然都健康嘅。海南陳麥人的養生秘密，除了簡單的飲食，還有樂善的生活態度。村頭村民的榕樹底下有公公，隨時都可以休息一下，共下飲茶打鬥詩，也都係村民的慢活習俗。喝茶係海南陳麥人的一處生活風景，喝茶都係飲茶意思，一壺茶幫點心，至少可以消磨3-5點鐘。啉龍飲茶做得講係海南人的生活風俗，明日早晨下晝2個時段，好朋友圍坐共下打嘴鼓，時間都停留喺濃濃的茶香地杯嘅。對於80歲的海南伯來講，慢活都係人人一輸的秘密。而現代係黑龍江人為咗追求長壽，決定喺啲喺陳麥人羅伊村過下半人生。洪阿伯，唔係個接來一片飲茶嗬，因為海南一片的人都習慣啉龍飲茶。明日大早路來嘅，早晨頭我睇路開始早餐，路多一片來是龍飲茶，坐共下打嘴鼓，馬雞路做得講，一杯茶請愛幾人，路做得坐睇呀啉會早晨呢。海南也係人生活只是歸樂線，對於啲明日習慣啉龍飲茶嘅生活步調，路做得看得出來嘅。洪阿伯一路同我講，入邊唔單止水質好、奶油好、空氣好、人美好，天時地利人和，人過一個強壯，大家個友善，好相處，故所對嘢健康每個有幫助。洪阿伯雖然以明年有幾下點鐘的菜園地杯，不過對於嚟講也唔係勞痛，伊同我講唔會辛苦，對於嚟講係生活的一部分。但係每日食的東西方面，講到油炸，一路係冇嘅冇食咧。伊講老人家要食得健康，一定海南人美食館喺食的方面、料理方式要夠清淡、夠自然一些。故說要健康係幾多方面加起來嘅，也都係人人。同韓阿伯分開以後，各兩區嘅陳麥人橋頭鎮嘅沙土村，去尋當地有名嘅特產富士番薯。橋頭鎮沙土村種嘅番薯誒，還有特別嘅生物類黃酮，可以抗癌，有一樹本有很多中國富士番薯第一村。一眼看那些長溜溜嘅田園風光，風景瑰麗。海南陳麥人嘅奶苗，還有以上嘅農產品有幾多嘅實驗數，相信係當地老人家長壽嘅秘密。富士番薯係高纖維嘅食物，有幾多豐富嘅礦物質，可以防止心血管嘅病症，係當地老人家好食嘅長壽食物。我哋一隻嘅人哦，都好食番薯，老人家呢，都係食嘢番薯，能會安長命。一個食起來口感用嘅啊，用嘅是最好食。用嘅是如果好食啦，用嘅如好食。對啊，未做得直接食嗬，做得啦，做得直接食。做得直接食，西昌嘅削皮都做得食咧。富士番薯做得講上上下下都係補，番薯葉同番薯食嚟過後有防癌症嘅效果，本人長壽。故所當地人特別好食番薯，除了番薯，未好食番薯葉，同時未用番薯嚟焗酒。要叫番薯酒是冇簡單咯，一開始要用清水噴過，將番薯嘅10秒，接頓要把番薯嘅表面蒸燙，大約蒸1點鐘。過後把蒸熟嘅番薯嘅倒喺天然烘冰涼，溫度降到接近室溫就可以嘅。冰涼後嘅番薯嘅推切到差唔多大細，再醃高麻粉，就可以把番薯嘅表面燙嘅地步發酵4到5日。最尾把發酵後的番薯嘅攪勻平均，加入清水都可以準備蒸呢。之後都看到酒一點一點跌入酒桶地步，可以講點點都珍貴啊！番薯酒係海南島傳統嘅好酒，人家講海南茅台。海南人相信番薯酒有強健身體、降風寒、治感冒嘅作用。當地人流行一句話。細細感冒唔時驚，飲酒一杯係良方。
当天人感冒头拿痛的时节，会把醋盐炒过，在当日番薯就变成盐酒，啉下去都可以治好西偏痛。有一些甜，唔係鬼甜。一個口感幾好呢，有一種清香嘅感覺。而啉起來無像人哋叫嘅嗰種米酒按尿，而泡泡嘅，錯，清清淡淡，唔過度數咩唔會少。我覺得一種酒嗬，係一個農產酒，一般度數會過大，唔過而唔會大呢。有20度， 20度哦。有哦。哦，一般來講，25度嘅酒係最好嘅。海南島嘅奶肉囤配嘅地方無相同，富士農產品係當天人人人熱蘇嘅原因。三亞南山腳下嘅南山村係海南島南外嘅松樹村，南山村係黎族村，黎族係海南島上面最早嘅先民，也係世界上最長壽嘅族群。我哋一個總頭地方，一般家庭如後幾下推人係窮下，錯冇？阿婆今年幾歲啊100人以上嘅。 ？100人以內哦，伊嘅身體健康樣嘅啊？幾好啊！你講幾年，冇做嘛幾好。錯，我看伊身體幾好呢。婆阿婆一生人都喺呢條南山村，有6個奶嘅兒孫滿堂，以前每年夏天做些接送白山，婆阿婆鍛鍊嘅勇敢嘅身體。婆阿婆嘅孫兒同各樣講，嚟中人改好檳榔，阿婆最好食嘅都係檳榔花雞湯。檳榔花係咪睇下總頭地方都前未到？做得，全未到。前未到唔。錯，唔做得等下伊講講啦。好啊，冇做得。檳榔係中國四大南藥，係中理科植物。檳榔同檳榔花都有藥用價值。嚟促食檳榔提升抗瘡力，檳榔花可以用來醃菜，係滋補養生嘅好食材。各樣今日都有機會摘檳榔。還係我食榴蓮呢？安尼生意？錯。哦，好好，我嚟看一下。又係乜嘅？唔看，有兩包出來嘅。地杯係上咗安尼哦，一個都係檳榔花錯冇？錯，檳榔花。哇哦，地杯係安尼哦。如果講高熟一些，一個都會掰開來錯冇？錯。嗰個一個都會生出來，係啊。一個會變做長嘅咩？係啊，一條就係檳榔嘅啲果子，第二。哦，在嗰睇都會變做長嘅。哦，有一個都按到哦。無論是啲檳榔花都像打慢慢的剝嘅，或佢像細末嘅磨邊呢。一個檳榔花咪做得哪來？唔講煲湯。煲湯錯。哦，有乜嘅好處咩？而對身體會產生一種養生嘅效果。哦，會有養生嘅效果。檳榔花雞湯係嚟中人最好食的一項養生美食。除了有檳榔花、鳳爪、薑麻、雞肉，還有雞下水。料理嘅方法幾簡單，把食材放入煮滾嘅水底杯，燜40分鐘都可以嘅。唔單止風味特別，湯講也會湯還有降血脂、補腎清熱的功效，同時亦對頭那份疲勞、基礎減退蠻有效果。怪唔得好啉雞湯嘅阿婆精神安好，基礎又好。哇，有一種嗰奶味香味，錯冇？錯。真是冇共樣。韓國冇時要用其他國度嘅食材，哦，都用一些鳳爪。錯，用一些薑麻。啊，上起提味嘅作用，味是幾好。好一個啉啊！好啉呵。口感溫和滋補嘅湯，係嚟沖人嘅養生智慧。婆阿婆嘅孫嚟講，阿婆嘅飲食簡單，一家人嘅心態，我想同樣溫潤平和。對婆阿婆來講，保持心態樂觀、子孫孝順、一家和樂，都係表現健康長壽嘅最大秘密。離開南山村，過兩去海南島西北偏嘅鄰國縣。長長嘅鄰國海線有114公里，海天一線，吳山喺海浪上搖來搖去，變成一幅海邊嘅畫。鄰國喺海南島嘅五一大港，灘港入邊有一項貴特別嘅養殖食材。
海地杯有幾多養生產品，比如講日本人好食魚生，韓國自助多嘅海魚說海產做得延年益壽。我發現海南臨過一片嘅人未好食海產，一定會發現喺海巡嘅沙地地杯未變嘅一項養生產品。看起來嗰種香港嘅沙蟲對鄰國人來講係珍貴嘅養生食材。海南島嘅沙蟲產量唔多，冇看，但是有幾個嘅藥用價值，聞聽講一定幾好食。吳師傅係當地嘅鄰國人，亦係一代廚幹。今日也同國亮紹介鄰國人最好嘅新鮮海產，如係沙蟲料理。阿姐，日本係兩我兩件咯，我托過睇面嘅喲。睇是你會過好係咩啊？係啊。哦，沙蟲喺沙土地杯生活，一定是沙土地杯微生物。都市地杯有沙味，一天愛天天的洗清來，唔可以洗壞。嗰種沙味一片肉地杯，如果快洗清嘅，看大乜頭家用竹槍翻沙蟲，洗係沙嘅樹瓣龜甲。也係海水哦。誒，哦，一天愛用海水來洗，唔係用淡水嘅話，而會攪上來。會叫哦。會攪啊，嗰條沙嘅會離我喺地杯，唔係煮好嘅時節，如果是多沙嘅。哦，也幾神奇哦。係啊。係料理沙蟲嘅時節咧，鄰國人食沙蟲嘅方式嘛，幾簡單，主要係鹽米水煮嘅方法，用一些調味、清水加沙蟲都可以嘅。醫術有講沙蟲性寒，有滋陰清肺嘅功效。我係冷漠，我有時寒，胸口窒窒，我錄什麼嘅山後冷水唔拉白，食沙蟲都可以改善下嘅症頭。如果窗邊嘅沙白地杯嘅健美，沙蟲雖然生得唔好看，不過又好食又養生。好嘅，人家也沙蟲煮好嘅，唔定看一下伊嘅樣嘅，有一些像細乾蟲毛，故所一般有個名嘅，叫做沙灘乾蟲。吳師傅，頭都看唔住，其實料理過程真簡單，錯冇？係啊，是伊嘅鹽米，故所煮嘅如果簡單。唔過地杯還變嘅是也按到乜嘅？海鮮呢？海鮮呢？做乜嘅變日嘅？因為變海鮮呢，同嗰條沙蟲向下煮湯，伊嘅米是較鬼鮮甜。哦，先裡面係。哦。哦，也可以同佢似呢。係啊，好啲也可以同佢似。人外表看起來有一些像幾種菇嘅，平常食咧幾種菇嘅，唔知食起來感覺樣嘅喲。食看啊，試下都第一個口感嘅。嘢肉各有彈性，錯噶，QQ 同幾種蘿蔔食起來嘅感覺差唔多。差唔多，唔過再比嗰條嘅口感，還會再過好一些。還有些脆脆嘅感覺。脆。清水煮海產，鮮甜留在帶。鄰國人的清水海產俾人印象幾深。海南島四面有海，海產豐富。海南鄰國人還有一種特別的煮海產的做法。以前鄰國後生嘅對奶度熱番薯嘅，順手拿奶加塗油，慢慢的一種塗油做法，本然用到海產料理。下後推廣出來，用錫箔紙包好嘅海產等塗油嘅小份外都可以煮嘅。食材辣起本身都係最好嘅調味，故所塗油海產簡單調味都幾好食。嘿，吳師傅，歡迎我，哦，日嘅路啱嘢喂。錯噶，地下路做得變海產一批，未做得暗番薯，未做得暗番薯。錯噶，啊日嘅奶，係日嘅蔬菜能油嘅咩？錯，聽人哋一隻嘅散蛋烘滷油。哦，點解貼起來嘅嗰位愛小奶錯麼？貼起來，愛一些時間來。錯，看下去哦，貼啊幾好咧。係啊，錯噶，唔定慢些滷波嘢哦。一般像係安太嘅細年嘅滷波嘢，慢慢嚟學啊，慢慢嚟。唔定慢些滷波嘢，滷夠嘢。錯噶，啊差唔多，一小多乜嘅長度，能同東西變呢片咯。我小到幾貨幾耐幾少嘅，名係我老年嘅，安尼都做得咧。哦，冇俾嚟邊少嘅，錯噶，嗰位接下來係囤潮嘅時候係等個磨貨嘅，再來囤海產變呢嗰啲磨貨，冇唔錯，同海產變呢片。係啊，哦，你係講用一條泥嘅溫度同東西回熟，錯冇？錯。
泥塘社會熟碌碌，屯部咩係向一海山沙人把泥烤麵把食材烚熟。再來同日條嚟烤麵嚟去。哦，安尼哦，係啊，係美國奇妙。哦，仲可以買一啲地貝都錯嘅，錯，地下醃出來嗬，你會好食呢嘢。係啊。土窯海產係利用泥塘的高溫來煮，如唔是油滋滋的煎炒油炸，保留最鮮甜的鹽味。土窯海產上桌，火焰滾滾，慢慢的天然鮮味，讓味道入桂香一色。伊雖然係袂得嚟嘅，不過因為把我哋下鋪子地位，故所冇半碗冇出貨來，有一種特別的香味。唔看哦，地位還有鮮肉湯，一條海產完全冇需要加鹹淡，因為海產本身都有些甜味，而個鹹味吼比下咁嘅嗰種好食。老古人講：靠山是山，靠海是海。海南人因為特殊嘅地理環境，本地有幾多豐富同天然嘅海產。不講係鹽味海產，還係暗夜嘅海產，一定嘅調味都用得幾少。因為一條新鮮嘅食材，不錯，食得健康，食得環保。睇海南島時間行慢下來，簡單悠閒嘅過日子。每本文明生活的茶風茶意，變得透唔出氣來。日頭好，空氣好，水質好，奶肉好，海產豐富，天公也本係海南島珍貴的天然資源。海南人尊敬天地，飲食自然，簡單料理，嚴密飲食。海南人心寬萬行，行出悠悠漫長人生。